安南区公所将对年册甲民间合作，将对骗人收容物资等签约以后，为了让防灾持续升级，特别以蓝色地动的灾情为鉴，佮要加入重型机具等器材，会当克服地形障碍、沙滩车，加入无人无人机的勘载等应变能力。市公所进一步邀集当中和应做台湾希望创新以及鹿耳门天乐宫、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等单位来签署合作，伫人力物力发挥上大效能。把我们所有的安南区整个一个能够投入防灾救灾的相关的能量，把它整合起来，希望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，来保护我们安南区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能够在灾害来临时，能够将损害降低到最低。同时在地包括公亲、原田、南兴、盐田、甲溪东等5里优秀的自主防灾社区甲守望相助队，嘛因为政府编干年年得奖，所以这回嘛以区域联防来整合力量。会中伫市府民政、消防、灾防办公室见证，一并签署协议书，期待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互相支援。这5里阮就甲签起来，签起来就会当讲随时，因为咱咧救灾吼，就是讲安全的、健康的，来帮助无安全甲无健康的。人讲的拄则讲的讲，远亲不如近邻嘛，所以讲你爱靠大家，咱自助互助。然后最后才有公助嘛，安尼较有法度啊！你一定要对家己开始安尼，所以阮用用7年嘛。政府有限，民力无限，安南区公所将所有区域内防灾成员靠做伙，有充分的准备，时到有灾难的随时应变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